好，歡迎大家翻到嚟 Sydney HR 人與夜。唔好意思先啊，因為咧可能係有啲 technical 嘅問題啊。今朝早咧上載嘅嗰個 video 咧就唔 work 啊，所以咧而家要重新錄過。嗱，其實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個冷門啲嘅題目，就叫做職安健代表 HSR。Health and Safety Representative。對於好多大企業嚟講咧，呢個都唔係一個啲咩新鮮蘿蔔皮嚟㗎。不過咧，對於一啲中小企咧，好多人都會問，究竟係咪需要有呢一啲嘅位置咧？呢一個嘅位置其實又代表緊啲乜嘢咧？咁我哋今日一齊去睇一睇。嗱，先我哋咧會睇下咧，究竟乜嘢係職安健代表啦？邊個可以做啦？佢有啲咩職責啦，同埋有咩權利啦？原來咧係一個民主選舉嚟嘅喎。咁點樣揀出嚟嘅咧？到最後究竟係咪真係咁重要咧？嗱，首先職安健代表咧係由員工選出嚟嘅，即係唔係由僱主 appoint 㗎嚇。咁喺根據法例咧你要有超過一半以上嘅職安健代表咧係自願做嘅，或者係咧由呢個員工選出嘅。點解咧？因為咧唯有用呢啲方法先至能夠起碼可以叫做有信心咧佢唔係只係會站喺僱主嗰一邊去睇事情嘅。呢啲員工選出嚟係做啲乜嘢呢？其實佢係代表全公司其他嘅員工去處理職業安全同埋健康有關嘅事務，同埋成為同管理層之間嘅溝通橋梁，保持工作場所究竟係咪安全同埋合規格嚇。大家都要知道喺澳洲呢，其實咧呢啲咧都係好重要嘅，尤其是職安健澳洲都好睇重㗎喎。問題係咧，呢一個嘅職位咧，其實就冇錢，即係唔會加你人工㗎嚇。咁但係就係要自己舉手，即係 voluntary 喎。下一個問題就係話，哇，揾笨啊？點解我要做先咁？係要記住啊，如果你係屬於呢個 HSR committee 裏邊嘅咧，你係有權咧喺安全決策上邊發言嘅，即係話咧。公司可能咧有一啲嘅政策，或者咧你見到公司咧有一啲嘅事情咧係有機會違反職安健咧。如果你係一個 HSR 嘅話咧，你就有權咧向公司發言，同埋要求公司改善安全工作環境。有權利亦都有義務，咁你亦都係需要咧幫助公司去提升咧全體員工嘅工作安全意識嘅。當然啦，如果你係要可以執行某一啲嘅任務咧，你係需要咧接受培訓，而呢個培訓咧亦都係公司俾錢㗎噃。咁邊個可以做啊？頭先已經講咗啦，其實咧任何員工都可以做㗎，最緊要你肯唔使有經驗嘅，只係需要咧對安全咧係有承擔同埋承諾咧，你咧就係有資格咧去做呢啲我哋叫做 HSR 㗎啦。而家我哋一齊去釐清一下 HSR 嘅權利同埋佢嘅職責啦。第一樣嘢我頭先講咗啦，係代表員工發聲。例如俾啲簡單啲嘅例子大家啦。例如咧，你見到咧，即係有人咧企咗張台上面想換燈膽咧，你係咧有權咧係叫嗰位朋友仔咧就落翻嚟，就唔好咁樣做啦，因為咁樣咧係會構成職安健風險啦，佢有機會整親自己嘅呢個第一樣嘢啦。然後你發現，咦，原來公司係並冇提供呢啲我哋叫做咧梯咧俾同事咧去爬高去換嘢咁樣啊。於是乎咧，你就可以向公司提出係咪需要購買一啲嘅梯咧咁。咁呢個咧就係你其中一個嘅權利同埋職責啦。咁另外咧，你係需要咧去監測唔同嘅情況，同埋要反映問題嘅喎。例如係一個 warehouse 嘅環境，如果同事係並冇着住呢個反光衣咧，你咧係需要即刻截停佢咧，就話俾佢聽佢要着翻反光衣先可以繼續工作啦。
又或者 touch wood 一間一個唔覺意發生咗任何意外，而係有呢個職安健檢查員嚟巡查嘅時候咧，你咧係要代表公司咧去同埋呢一個職安健人員一齊咧去即係參與嗰個巡查同埋俾意見嘅嚇。假如你係讀埋嗰個職安健訓練嘅話咧，你係可以發出臨時改善通知 PIN。嗱 PIN 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臨時通知嚟㗎。點解咧？嗱，舉個例子俾你聽啦。曾經咧係喺一個廠房度發生過意外咧，機器需要停止，唔可以運作㗎。咁但係咧老細就話：喂，你停止咗運作，咁我生產啲乜嘢啊？有咩事係咪你咩先？嗱，講完呢句嘢之後咧，假如個職安健嘅同事係 issue 咗個 PIN 嘅話咧，喺法律上咧，老闆係唔可以開翻嗰部機㗎，因為咧咁樣咧係違反法例㗎。嗱，咁你就睇得到，其實職安健即係呢個 HSR 咧，如果佢係 qualify 可以 issue PIN 嘅話咧，佢係可以咧係擁有咧呢一個嘅權力㗎。咁如果係需要去選舉，即係多過一個人做嘅話，咁成個選舉流程又會係點樣 work 嘅咧？咁其實都幾簡單嘅，即係喺個民主選舉嘅制度裏邊咧，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公開提名啦。咁如果係多過一個人嘅話咧，就要投票㗎咯噃。投完票咁就梗係公佈結果啦。然後中標嘅，係你啦，咁你就會參加培訓啦，然後咧就正式履行你嘅職務啦。嗱，都係一個幾簡單嘅流程嚟㗎嚇。我哋要留意嘅一樣嘢係咧，其實職安健嘅 representative 咧係真係代表所有人㗎喎。即係話乜嘢咧？如果你發覺你成間公司裏邊係有一啲非英語背景嘅人士嘅話咧，你係需要為佢哋提供一啲翻譯服務啦，又或者文化支援㗎。例如乜嘢咧？例如如果係有一啲穆斯林嘅群體，佢需要定時禱告嘅話咧，你就要喺公司咧就設立一個安全嘅地方，去俾佢哋咧可以去進行咧佢哋日常嘅禱告啦。又或者，如果係佢哋係一啲流水線工人，但係佢哋嘅語言英語唔係佢哋第一語言，而佢哋亦都唔係好識睇嘅話咧，你有一啲嘅公司嘅 instruction 即係例如 work instruction 或者一個 SOP 即 standard of procedures 嘅話咧，你就需要將佢翻譯翻咧做呢個佢哋嘅語言咧，去俾佢哋去參考㗎。嗱，呢個咧都係 HSR 其中嘅一個工作啊。咁另外咧 HSR 亦都要每個月或者每年舉行大概3至4次嘅例會，去討論翻究竟公司現時嘅工作環境有冇任何地方係發現係出現問題，而需要咧一啲職安健嘅改進嘅。嗱，如果係真係咧係揾到呢一啲問題嘅話咧，職安健嘅同事咧，亦都係咧有嗰個責任咧，去責成公司去完成呢啲嘅職安健嘅改善措施。嗱，講咗咁多啦，可能你都會問，咁究竟係咪真係需要有一個咁樣嘅 position？或者位置咧你知啦，公司尤其是我哋呢啲細公司有人話，咁我哋都冇乜錢㗎嘛，係咪又要我交多個位即係多個人多雙筷，我已經咁緊絀嘅時候，係咪真係需要有呢個位置咧？咁嗱，我成日都係講嗰句嘅，冇事就冇事啫喎，如果有起事上嚟咧，你就好麻煩㗎啦。點解咧？因為 WorkSafe 咧係會睇下你有冇一個職安健嘅 committee 㗎，尤其是係中型同大型嘅企業啊。大型嘅企業一般嚟講都唔會有太大嘅問題嘅，但係中型嘅企業咧，大家真係要好留意啦。若然你係冇呢個職安健嘅 committee 嘅話咧，有機會咧被 SafeWork 責成喎。除咗罰款之外咧，老闆 PCPU 亦都有機會因此咧係要被監禁㗎。嗱，唔係嚇大家㗎，冇事嘅話，你冇 HSR 咧係冇乜問題嘅，因為都冇乜嘢啊嘛，係咪？萬一有事，尤其是係咩咧？最高危嘅地方例如工廠啦，又或者咧係warehouse倉庫啦
喺即係華人嘅社區啦，其實咧係都幾多物流業同埋呢個製造業㗎嚇。如果喺呢方面唔留意嘅話咧，就真係分分鐘中招啦嚇。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嘅話，唔好介意，就 send 個 email 問一問我，可以 subscribe 我嘅 Patreon 同埋 YouTube channel，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傾過，拜拜。